台钢猎鹰伫赛季休困的期间，特别到台南举办台钢猎鹰元年特展，伫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连通道盛大展出。球队精心规划8大展览主题，现场更化身球队主场，要让民众感受球队的震撼。在这个连通道当中呢，除了可以有我们时间轴的展现，也有我们主题在整个赛季主题的展现，还有商品的展现。在这个通道里面呢，都可以让想要认识我们以及已经认识我们的朋友呢，都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台南台钢猎鹰的球队。第一次在百货公司有这个展览，其实对我们球员来说是一个鼓励。对啊，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越打越好。台钢猎鹰是台南头一支职业篮球队，不但有为全家海神队转回家乡的球员，更有在地资深领队的加持，让球队为台南拍出好成绩。我是台钢猎鹰的领队李宗翰，那同时我的身份也是台南市的议员。过去台南市政府它有类似像这样篮委会的组织来协助篮球的发展。那我们期待更多台南的球员以及喜欢运动篮球的朋友们，可以透过台南市政府以及我们台钢猎鹰，投入你喜欢的爱好。没想到台南有一个职业球队可以，让我这个游子可以回家打球。对，然后很期待新的赛季可以为家乡效力。为今仔日开始，只要摕球队元年赛季门票到指定餐厅，就有独家优惠。另外，只要甲展览墙翕相并上传脸书或 IG， 就会当得到球队准备的纪念品。该展览展出到10月16号，欢迎大家前往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参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